我求嘅咩？求嘅就係能夠自己能夠對自己為香港人之一，為自己為其他香港人，我最得唔到。我有幾個基本嘅我堅持嘅。第一，呢、嗰個自由經濟咧，嗰個財產出入自由，即係你要匯錢出去，匯錢入嚟係唔需要特別申請。第二，出入自由，我呢方面咧，我好堅持。第三件嘢，永久居民身份，我自己試過，即係變過都試過。變過係咩嘢？只要你有7年喺香港居住嘅時間，無論佢7年之後佢移咗民都好，佢翻到嚟應該一視同仁，以保留到香港嘅永久居民嘅身份。